弟兄姊妹平安。嗱，今日咧我哋講一個主題，就係認識天馬教會嘅背景啊，佢哋嘅歷史同埋異象究竟係乜嘢？嗱，天馬教會咧，我哋嘅英文名叫做 Tema Anglican Parish， 其實叫做天馬聖公會牧區。因為咧呢個牧區咧係由3間教會組成嘅，呢3間教會咧就係聖提摩太堂嘅 Bulleen 啦。聖馬可堂就係 Templestowe， 同埋聖司提反堂就係 Greythorne 其實就係 Bowen North。嗱，天馬呢個名係點嚟嘅咧？天馬其實係一個好古老嘅希臘文嚟嘅。咁希臘文嘅意思係叫做榮耀。咁可能大家聽過 Timothy 就係提摩太係嘛？咁 Timotheo 呢個希臘文嘅意思咧就係天馬就係榮耀 ，Theo 就係神。就係榮耀神，所以咧，天馬呢個牧區，我哋所建立嘅一個最終嘅目的，我哋係希望呢個牧區係能夠成為一個榮耀神嘅教會。所以我哋選取咗呢一個好特別嘅名字。咁天馬教會呢3間教堂所組成啦，咁其實3間咧都係非常有歷史背景嘅。聖司提反堂咧喺1968年建立。聖提摩太堂咧就喺1962年建立。聖馬可堂咧而家呢個現址咧就係1975年先建嘅，但係咧其實佢係之前喺同一個區咧係搬過嚟嘅。咁之前嗰個教會係叫做Christ Church。咁呢個教會最早嘅第一次崇拜係幾時呢？係可以追溯到1854年啦。所以呢3間教會其實都係好有歷史，但係我哋今日係將呢3間教會變成一個牧區嚟到去管理。好啦，咁我哋又了解一下天馬教會，我哋嘅異象究竟係乜嘢？嗱，首先咧，我哋要問，咁乜嘢係異象咧？異象咧係神透過一啲自然嘅環境，即係我哋身邊所見到嘅事情啦，又或者係啲超自然嘅嘢，俾我哋睇到一啲嘅嘢。喺聖經當中都經常都會有呢啲嘅事情。咁有神俾你去睇到一啲嘅事情嘅時候，其實係有目的嘅，係神希望傳達一啲佢嘅計劃，或者佢想做到嘅嘢。咁當我哋睇到一啲好特別嘅事情入咗我哋嘅心嘅時候，究竟神俾我哋睇到嘅時候，係俾我哋睇到一啲乜嘢嘅需要呢？而神俾我哋睇到嗰件事，其實係呼召我哋去回應呢件事裏邊嘅需要。咁當我哋回應咗呢啲嘅需要嘅時候，究竟神要達到啲乜嘢嘅目的呢？呢3個問題就其實回應咗乜嘢就係異象啦。咁我哋翻到嚟我哋教會天馬教會嘅異象，咁喺一開始嘅時候，究竟神俾我哋睇到啲乜嘢，以致到我哋有呢個異象呢？喺10幾年前神俾我睇到一個異象，就係透過我嘅環境裏邊去睇到一個情況係好普遍嘅情況，但係咧就好觸動我嘅心嘅一個情況。就係我身處喺聖公會墨爾本教區裏邊，但係咧，我哋雖然嗰個時候有200幾間教會，但係大多數嘅教會嘅人數咧都係越嚟越少，即係教堂係好大，但係開始好殘舊，人數非常之少，而好多嘅教會咧淨係喺度維持緊教會，但係已經好少有福音嘅事工，即係佢哋已經好少有傳福音嘅工作喺裏邊發生緊。而大多數嘅教會嘅人口係非常之老化。當時有70%嘅教會有200間嘅教會裏邊嘅平均年齡係70歲以上，亦即係話可能呢啲嘅教會再多10年、20年，就已經冇辦法再維持㗎啦。而因為人口或者我哋嘅信徒嘅年齡層老化，以致我哋缺失新一代嘅領袖，或者甚至係新一代嘅信徒都係非常之少。
嗱，呢啲都係我哋睇到教會裏邊嘅情況。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再睇到聖公會教會面對嘅另一個難題就係喺以前咧，當時教會被建立嘅時候佢哋嘅規模模式都係小型嘅教會，但係建立好多嘅教會。點解咧？就係因為當時譬如我哋呢3間教會組成都係60年代、70年代組成嘅時候咧，唔係每個人都有車㗎。咁所以教會建立嘅時候咧，都係希望可以大部分人可以喺行路嘅距離就可以去到教會星期日去敬拜。所以我哋教會嘅數目多，但係咧每間教會嘅呢個體量咧就唔係好大。但係去到今日咧，呢個社會已經改變，一個地區嘅小型嘅獨立教會咧，好難去維持因為而家嗰個福音嘅事工或者教會嘅事工嘅複雜程度同幾十年前係好唔同啦。小型嘅教會可能只可以有一位嘅牧師，但係佢要面對好多好多複雜嘅工作，就係單單喺事工裏邊佢要有講道啦，要有帶領查經團契要有牧養關懷啦，而且要兒童事工青少年事工仲有行政各樣嘅嘢。所以一個牧者嘅大部分時間做咗行政嘅時候咧，已經係好難再做呢啲好繁複嘅福音嘅事工啦。加上咧，今日嘅教會要面對好多社會或者係政府對教會嘅期待，或者係一啲嘅管理或者係法律嘅要求，以至到咧教會嘅好多嘅精力同時間係放咗喺一啲非福音性嘅事工裏邊。嗰啲都係好重要㗎，為咗個安全為咗社會嘅期待或者符合法例嘅要求，都係好重要。但係就變咗我哋冇時間或者冇足夠嘅精力去做一啲真係有關福音嘅事情啦。呢啲都係當時神俾我睇到我哋聖公會墨爾本教區嘅教會所面對呢啲嘅問題。咁呢啲嘅問題會帶嚟乜嘢結果呢？如果我哋乜都唔做，如果我哋乜嘢都唔做嘅時候，呢啲嘅教會剩翻嗰啲老人再時間長啲5年、10年、20年，佢哋就冇辦法維持㗎啦，因為人數都冇咗啦。咁呢啲嘅教會冇人做嘅時候，就會被逼賣咗佢。但係賣咗佢嘅時候，其實帶嚟好大嘅影響，因為呢啲嘅教會咧，其實佢哋通常都建立喺而家個居民區，即係人口密集嘅地區。咁當呢啲嘅教會賣咗佢嘅時候，好多時佢哋就會被拆咗佢，重新去建一啲嘅住屋或者係商鋪。咁係代表乜嘢咧？今日可能基督徒嘅人數唔係好似以前咁多。咁但係當我哋失去咗呢啲敬拜嘅地點嘅時候，將來神嘅復興嘅時間到啦，大家更多嘅人醒覺啦，去信耶穌、信福音。當佢哋呢啲居民區要揾地方去敬拜嘅時候咧，其實係冇辦法再有空地可以去建立教會嘅。我哋會永久嘅失去喺呢啲居民區可以敬拜上帝嘅地點。而當我哋失去呢啲嘅地點嘅時候，其實亦都係同樣意味着教會對社會、對社區嘅影響力係開始減少。今日可能喺呢個整個澳洲社會當中，基督徒嘅人數比例係喺度下降緊，但係上帝有上帝嘅時間，上帝有復興呢個國家嘅時間。將來呢個福音佢被復興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更好嘅進入社區呢？如果我哋今日失去咗呢啲地點嘅時候，我哋又點能夠將我哋而家
所做嘅工作能夠交俾我哋嘅下一代呢？嗱，呢啲都係我哋去思考嘅問題。嗱，所以呢，上帝俾我睇到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就帶出咗今日天馬我哋所做嘅嘢啦，就係我哋嘅異象，就係教會重植。我哋希望喺呢啲老化咗嘅教會，呢啲人數已經減少，已經喺度掙扎嘅教會，我哋能夠帶入新嘅事工。呢啲新嘅事工係可以帶嚟復興啊！即使唔可以重新建立一個即刻好大間嘅教會，但係我哋希望呢啲嘅教會嘅建築啊，呢啲教堂嘅地點係可以繼續維持落去嘅，係可以交棒俾我哋嘅下一代啊，或者嗰啲新一代嘅信徒嘅，以至到等到上帝復興嘅時代嚟到嘅時候，佢哋係有地方可以使用嘅。嗱，所以天馬教會嘅異象就係我哋去喺歷史當中已經建立嘅教會，透過學習、實踐同教導上帝嘅話語，使到萬民作基督嘅門徒，去復興呢啲嘅教會群體。所以我哋好清楚，我哋係去到呢啲老化嘅教會裏邊，重新注入事工，希望呢個教會呢個地點能夠維持，甚至係可以復興。唔好喺社區當中失去咗呢啲嘅影響力。我哋期待做呢個教會重植嘅結果係乜嘢？我哋希望見到呢啲嘅教會能夠將來重新地復興，但係同時咧，我哋亦都希望呢啲本來係細嘅教會，我哋能夠去優化呢啲資源，改變呢啲嘅行政嘅方式以至到咧可以能夠去簡化呢啲嘅管理工作，使到更多嘅精力可以投放喺福音嘅使用福音嘅傳遞裏邊。嗱，同時教會可以再一次嘅進入社區，因為只有教會係人群。當基督徒呢個群體喺社區當中一齊去敬拜，一齊去持守聖經嘅教導嘅時候，我哋就有呢個能力去挑戰世俗嘅文化。嗱，呢個係我哋期待教會重植所帶嚟嘅影響。好，咁最後咧，我哋講一講呢個我哋天馬教會重植嘅歷史嚇。我哋教會重植嘅起點咧，就係2014年嘅聖提摩太堂。咁當時咧，我係被差派到呢個教會嚟到去做主任牧師嘅時候，呢個教會只係剩低20幾個70幾歲以上嘅老人家，其實好快都唔可以再維持落去。但係我哋帶着呢個異象嚟到呢間教會，同埋另外6個同工，我哋一齊喺牧養呢20幾個老人家嘅同時，我哋開始咗中文事工。咁所以中文堂咧喺2014年就開始啦。咁經過幾年嘅發展嘅時候咧，咁呢個教堂咧開始就人數多啦，我哋都開始有唔夠用地方啦。咁同時我哋亦都同我哋嘅鄰居聖馬可堂開始去商討合併嘅事情因為佢哋同樣面對咗呢個人口或者信徒老化嘅問題。同時我哋都睇到兩間教會當合併喺一齊嘅時候，就可以更好嘅去整合資源。因為當兩間教會一齊嘅時候，我哋唔需要2個主任牧師，我哋只要1個主任牧師去做行政嘅工作，去做管理嘅工作。我哋只要一套嘅體系，我哋只需要有一套嘅主日學嘅事工，一套嘅青年嘅事工。好多嘅資源可以整合，以至到我哋可以節省更多嘅資源去做福音嘅核心事工。呢個係我哋希望見到嘅，所以第一個合併天馬嘅牧區開始啦。但係好快咧，喺第一個合併即係天馬開始之後嘅幾個月咧，我哋附近嘅一間教會聖士提反堂咧，佢哋面對一個即刻嘅問題，就係佢哋冇辦法再維持呢個教會啦。佢哋需要決定就係將教會交翻俾教區賣咗佢，定係同我哋合併。於是咧，我哋就有另一個
合併啦，就形成咗我哋今日呢3間教會嘅天麻嘅牧區，就喺2023年發生。咁係咪將來我哋會繼續咁樣合併教會，令到天麻教會繼續嘅強大，變咗4間、5間、6間教會呢？嗱，唔係。教會重植係一個異象，係我哋希望喺呢啲老化嘅教會能夠繼續嘅被復興。但係呢個異象唔係要建立一間巨大嘅天麻牧區，所以我哋盼望天麻牧區呢3間教會能夠繼續嘅強大。但係強大嘅時候唔係地點，係我哋希望我哋裏邊嘅人能夠有屬靈嘅力量嘅強大，以至到我哋呢間教會能夠輸出呢啲屬靈嘅力量。我哋可以有領袖嘅栽培，我哋可以差派人力，我哋可以有金錢上面或者經濟上面經驗上面嘅支持，嚟到去繼續去做教會重植嘅事工。但係喺天麻教會以外，佢哋唔需要係天麻教會嘅一部分，因為神俾我哋嘅異象係有關神嘅國度，唔係天麻嘅教會。天麻教會係一個器皿。我哋要成為上帝嘅器皿去做呢啲重植嘅工作，所以將來我哋希望自己嘅教會越嚟越強大嘅時候，我哋唔係去建立一個我哋自己好開心嘅會所，我哋要繼續輸出呢啲嘅力量去做重植嘅工作。我哋希望嗰一啲老化嘅教會，不論佢係咩地點，我哋都可以參與重建，令到佢哋喺嗰個社區裏邊能夠再一次嘅發揮佢哋嘅功能。所以最後呢，有2個討論嘅問題可以俾大家去思考。第一個就係上帝俾我哋睇到呢個異象，就係教會老化。如果我哋唔回應呢種嘅異象嘅時候，呢啲教會未來5年、10年，甚至未來50年、100年嘅時候，嗰啲已經建立嘅教會會變成乜嘢嘅樣？呢啲係咪我哋想見到嘅？第二個問題。我哋天麻教會推動教會重植嘅呢個過程裏邊，有邊啲嘅嘢或者一啲嘅屬靈嘅操練，可以幫助我哋呢個教會嘅會眾能夠更加對齊上帝嘅心意，即係話我哋能夠更加合一嘅向同一個方向向前行。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令到我哋可以向同一個方向去行呢？嗱，今日我哋呢個主題就到呢度。